台东伫顶礼拜连续落4天的大水雨，花东冲国离奇大约是有30到50公顷的稻仔倒丛。县政府当个勘灾虽然农民想买稻仔的保险，也毋过目前初步的统计，恐惊阁还未到会当理赔的标准。风台过了后，关山镇的农民去巡产水，镇公所嘛做农损的调查，部分的田当结穗的稻仔，就发生倒去浸在水底的情形，有可能会影响麦当稻仔的收成。初步估计，这倒去的稻仔产量至少会减2成左右。那像这个非常饱满的这些稻穗，就会产生像后面的这种情形哦，它产生了倒伏的现象。那这样子倒伏现象产生了之后，它的损失至少就要在2成以上。台东县创国地区鹿野到池上乡迄块地啊，部分的稻仔嘛有倒去的情形，因为各乡镇当咧调查，台东县政府目前的统计，已经有超过30公顷的稻仔倒去，而且拢已经结穗啊。因若大水雨嘛影响当咧授粉的区域，有可能会造成授粉不良，所来无法度结穗延迟性的灾害。都要等到麦当稻仔收成了后，才有法度统计真正受损的数据，以稻仔保险理赔标准来申请理赔。现在因为它被授粉就农损了，就是很多空包蛋了。后续评割，如果产量减损，在单一乡镇是有2成以上的产量减损的话，那就会有启动这个保险的理赔的机制。那每公顷的理赔额度是18000元。目前稻仔倒去受损的面积，要未达到稻仔保险理赔标准，受灾的农民可能无法度得到理赔。不过，县府呼吁农民，若发现有受损的情形，要是爱赶紧去公所登记，保障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